大家好，我係普瑞眼科嘅 Queenie， 今日帶大家嚟到深圳普瑞星耀眼科醫院，帶大家了解一下白內障手術嘅全流程。大家跟我嚟啦！好，我哋嚟到前台咧，大家要出示一下身份證同埋回鄉證。咁我哋嘅就可以進行一個掛號嘅動作啦。如果大家想要獲得白內障全流程嘅諮詢，可以留低資料，我哋會發送一個電子版嘅資料俾到你嘅。咁一齊嚟睇下個流程係點樣？哇，好詳細嘅噃！大家可以通過呢一份全流程嘅指南，就可以睇到由初次檢查到手術後嘅複查，到成個流程係點樣嘅。咁我哋而家上2樓開始我哋嘅檢查啦。咁我哋嘅白內障就係出咗扶手 lift 嘅左手邊啦。咁我哋就嚟到白內障科啦。嚟到白內障科，我哋會將我哋嘅掛號紙同埋病歷俾到姑娘，佢哋就會幫我哋安排噶啦。根據我哋嘅全流程指南咧，我哋嘅首次檢查係需要有2個小時左右嘅。第一項檢查係基礎嘅眼部檢查，就會喺呢一邊進行我哋嘅電腦驗光同埋眼壓，仲有視力檢測。聽到姑娘叫號之後，我哋就可以入去睇醫生啦。睇完醫生，醫生會根據你嘅情況開啲相應嘅檢查。咁我哋依家去進行下一個檢查。睇完醫生之後，我哋會嚟到驗光室做一個驗光試鏡。根據醫生開嘅檢查單，我哋嚟到特檢科做眼部嘅專項檢查。完成咗特檢科嘅檢查之後，我哋仲需要做一個全身嘅檢查，去做一啲血常規同埋心電圖等等嘅檢查，為咗排除一啲手術嘅禁忌。喺我哋完成所有特檢科嘅檢查之後，我哋又需要翻嚟醫生呢度，俾醫生睇我哋頭先做晒嘅檢查結果，由醫生去評估我哋需唔需要做手術。如果需要做手術，姑娘會提前同你溝通預約入院嘅時間。預約好入院同埋手術時間，我哋到咗入院當日就會嚟到住院部呢度辦理入院登記。辦理完入院登記之後，我哋就會入去病房，由姑娘去安排我哋跟住落嚟嘅檢查同埋手術。到咗手術當日，我哋就會嚟到手術室。除咗手術前嘅準備、消毒同埋麻醉以外，我哋單眼手術只需要10到15分鐘即可完成。手術完成之後嘅第1日，醫生檢查到如果冇異常就可以出院啦。成個白內障嘅流程我哋就行完啦。